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6。以赛亞書41章13節安尼講：因為我耶和華，你的上帝，要牽你的正手，甲你講，毋免驚，我要幫助你。三甲來祈禱，牽阮正手幫助阮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至聖、至權、至大，無神明通比的上帝。你所行的奇事，以及你對阮所盡的意念，真濟，無人會通對你排列。我若要提起來講，迄個少爺實在算袂了。主啊，阮佇困苦中，你有甲阮同在，所以阮要佇你的十個下歡喜唱歌，因為你是保護阮的盾牌，甲堅固的橋盤。主啊，阮佇人生的路途中，充滿坎坷甲危險，也滿滿是艱難甲坎坷，總是你對阮應允講，你要用大能的手，牽阮的正手，閣予阮知，毋免驚，因為你要幫助阮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